名字跟出姑娘记啦，伊朗啊无数年一路打的伊那顿啊，一数米大啦，马卡拉平啊不必说，阿达的瓦能不要打上十个，路卡上数完了回来，那我们不敌人一手，达拉恩高达那沙伊比鲁卡拉不阿鲁米拉，我拉是再度不给他。 瑞士的母语，然后我们可以问他说这里面的歌是唱些什么吗？上面5到6，就是他就是跑调嘛哈。我翻译是我不是唱歌，哎，我唱歌，对不起，我是绝对很感动的。哦，那个歌就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，要有一天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，然后回到我们的家乡，然后也是送给志胜啊，该回到球场的时候要回来，好不好？我差那一层了哈，差那一层，一层。要唱歌要唱什么？我不知道没有。对，我们一直唱嘛。